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珮今年初喺灣仔逆市行駛，被票控不小心駕駛。佢喺東區裁判法院認罪，法庭判罰款2000蚊同停牌1個月。陳家珮判刑之後，步出東區裁判法院去見記者嘅時候，再次就事件向公眾致歉。我喺庭上邊咧，亦都係同法官講咗咧，我就住因為我自己嘅不小心駕駛而影響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係深感到悔意，咁所以喺呢一段時間咧，事發之後咧，其實我都一路亦都係冇再揸車嘅，咁亦都係承諾係唔會再重犯咯。咁雖然法官係冇係需要我去即係做一個駕駛改進嘅課程，咁但係其實咧我自己喺先前咧亦都係自己去自行報咗名係參加呢一個駕駛改進嘅課程。咁雖然我未必會再揸車啦，但係我亦都係喺揸車。如果真係要再揸車之前，我亦都係會完成呢一個駕駛改進嘅課程嘅。希望今日咧有一個正式嘅交代可以俾大家，亦都係對我自己不小心嘅駕駛係再次向公眾咧係講聲抱歉嘅。陳家珮冇法律代表，選擇自行出庭答辯。庭上亦播放3段拍攝到事發經過嘅片段。裁判官高偉雄判刑嘅時候，形容案情算嚴重，逆市行駛唔係突然嘅決定，犯案時間亦都唔短，認為佢犯案嘅時候係經過深思熟慮，但考慮到被告冇刑事同交通定罪記錄，決定判處罰款2000蚊同停牌1個月。陳家珮又話：早前已經收到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嘅口頭警告，至於立法會監委會嘅工作則不便評論。說在線記者潘鑑德報導。